会哭，但是我没有。你要了解一个重点，不是讲用念的，就是嘻哈，你知道吗？我理解错误。我4月生完就是住这边的月子中心，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所以我不晓得说他通知的是全部通知完了，还是还没通知。希望他告诉我说他们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那我的小孩自己有没有接触到？今摆你收看的是花溪。花溪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新闻的头一条来看，南投仁爱分局的警方拿查到山鸟鼠的车，2个山鸟鼠来抵抗，佮开车180度害车尾来冲撞警察。警察是连开2枪，嫌犯的车去弄山壁，车顶一个山鸟鼠互掠起来，另外一个越南籍的男子，伊的倒手骨着枪，受伤。跳落山坡来逃走，警方透暝伫咧山区找人，伫透早7点外，伫路边的公寮掠到人了。你叫什么名字？叫安南。安南哦，我不会绑，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在哪里？逃走的越南籍移工伫山区经过一暝了后，敢若是倒手区有着枪，疼甲挡袂牢。再去7点外时，秘入一间公寮，后员警发现。我带你去看医生。你要建起来，换骨折了啦。伊敢若有用草药糊空喙，因为无力啊，被掠着的时已经软骹，伊真急就被送医介护治疗。伊倒手骨有一个圆圆的空喙，医生诊断讲这是轻伤，加在无性命危险。南投仁爱分局警方16个下晡查这山鸟鼠的车，有2个山鸟鼠继续接受检查，伫雾社街路塞车180度要弄警方，警方连开2枪，好走去。听到枪声会很害怕？会哦，那个我们都有史以来长这么大，第一次来现场表演的，怎么不会怕？嫌犯的车去弄到荷兰车顶一个姓林的查某人被掠起来，越南籍查某人负伤跳入山沟，警方伫因车顶敲到100多公斤的镐壳啊，甲鱼脑器要毒品，并且沿这个火热继续找人。嫌犯躲在这个公寮旁边的树木下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影在那边，所以前往逮捕。越南籍查某人秘一暝总算落网，和这个单纯的雾社街路发生，警察为了要掠嫌犯来开枪，和在地人着惊。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高雄6区的乡亲，早起一透早拍开这个水道头拢硬去，本地应该是透明无色的水，全部变做落的烂土水。讲真有可能就是进前连滚降落大雨，来影响到净水厂的路度。这个详细状况，请记者黄玉富讲予咱知。而这波高雄山区的6龟民众打开水龙头，就是这副模样，流出来的自来水全部都是这样咖啡色的样貌，像是泥水从水龙头不断流出来。下面的洗手台也满满都是土黄颜色的水。住在这里的居民呢，一早起来要刷牙洗脸，看到这个样子，根本不敢把水放入口中漱口，更别说到了中午要做菜，这样的水如果要洗菜，只会越洗越脏。而为何会让自来水变成这样呢？主要原因是连日来山区的雨势不断，让这个6龟的净水厂取水浊度相当的高，影响了供水。自来水公司也赶紧停水进行处置，在下午2点过后是逐步的恢复正常供水。以上就是记者为您掌握到的详细资讯。后来乡亲啊，讲有为着新冠病毒的确诊者，伫前这个拜六，也就是70情人节迄天，去过桃园、台中、彰化甲云林这4个县市。伊是为新北市来出发，到台中的泰安的休息站，刷落来到彰化市的东明街去食肉丸，搁来到云林的三国转来食火锅，然后再搁回转来桃园来掠灵来按摩。因为大部分拢是食饭的所在，一定会甲喙暗摕落来。即卖除了针对这个地点来做消毒之外，嘛希望当天有去过这个所在的乡亲民众，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
清洁人员用酒精来消毒。婚林这间火锅店开放内容较无1个月，即马搁来停业，因为有新北市的确诊者来过。当天晚上的6个服务员就是去做 PCR 筛检。唔若去婚林食火锅，这位确诊者伫8月14号落南，透早11点先到台中的泰安服务区，中昼12点半到中华了后去中庸路大雅加油站加油，搁去东面街的中华小肉丸老店食饭。坐落来继续落南，暗时8点到婚林后尾三国转麻辣锅食暗顿，10点到通园中立区的太和店掠零，一天落去4个县市5个地点。业者虽然随消毒，不过食饭的时去真侪美食店，一定会把喙暗摕落来，互地方政府随控咧伫同一个时间食饭的人。根据餐厅提供的实名制，总共框列有48名的一个在同一个时段做消费的一个顾客哈，那其中有34位是本县市，那14位是外县市。另外，加油站和服务区伫同一个时间去过的人嘛真侪，地方政府希望有去过这个所在的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若是有无爽快，就要随去互医生看。后来乡亲啊，过来是这个台电今仔日来证实，因台电大楼的总公司有一个员工来确诊。因为伊伫确诊进前拢上班，所以同一个办公室70外个员工紧急来做采检，而且即摆拢居家办公。啊，讲其实哦，共即间的办公室6天前，有另外一个员工来确诊，两个人是毋是互相来传染？爱搁等疫调的结果。过来是新北市出现着确诊者的卡热，讲有去过鼻养工厂，所以即摆迄个所在嘛紧急来停业来做消毒。另外，台北市信义区微风百货公司内底有一间祥祥自助餐厅，嘛因为有确诊者伫遐食饭，今仔日嘛紧急来停业。位在罗斯福路上的台电大楼16号有员工确诊了，而其实在11号的时候，同办公室就有员工也有确诊。当时呢，这一名员工有进行快筛是阴性，所以他持续都有上班，直到15号都有出勤。昨天确诊这位同仁，就是因为我们自行做快筛发现有现象，在做 PCR 检测是阳性确诊，因为他本身没有症状嘛，跟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仁先安排进行 PCR 的检测，那在检测结果出炉前，先居家办公。10日头一个员工确诊，同时有20个人居家隔离，另外75个人快筛阴性了，正常的出勤。即卖又有人确诊，台电唔敢大意。除了共办公室员工70个人，拢爱 PCR 检验，爱伫厝上班。共楼层员工嘛爱快筛，一半爱居家办公。也毋过台电讲两个员工敢是互相去围着的，目前爱搁调查。另外，伫台北市信义微风百货内面的香香自助餐，伫8月7日，有确诊者去店内食饭。餐厅发出声明，讲昨接到通知就随停业。目前餐厅已经消毒，今日暂停营业1天。卫生局也要求这间自助餐禁止内容，一直到8月27日。永和碧洋百货因为有新北市的家庭捐助确诊者去过，今日嘛停业1天。确切的他的行经的动线啊，我们是不太清楚。我们会做全场的一个管制哦。基本上我们的一个专柜的员工，然后一些协力的厂商哦，我们都昨天都完成了通知哦。在疫情2级的警戒下，依然有零散的个案来确诊，双北拢有。咱乡亲出外时一定爱真细致。后来继续来看国产的高端疫苗，8月23就要开始来注了，包括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拢已经有意欲要来注，要来填咱家己国产的疫苗。啊，到目前为止，有超过30万人意欲要来注高端。台北股市早起一个开盘无到2点钟，这个高端的股票就冲起哩起停板。也毋过食药署顶礼拜所公布的高端疫苗的说明书，有讲到讲目前保护力的效期不明，嘛来点名65岁以上的长辈者等等的族群，中和抗体反应较差，这是毋是会影响到刷落来民众注高端的意愿呢？这拢爱个观察。福建宝卡拍开 COVID-19 公费疫苗注文平台，总统蔡英文伫面册写讲已经注文好高端疫苗，
按算伫后礼拜就会起住，也有副总统赖清德本来讲要住联阿，结果指挥中心无核准伊的 EUA， 嘛决定上网络改登记高端。真侪政治人物拢支持国产的疫苗，事实上第6轮开放高端疫苗的注射，依照指挥中心的统计，有意愿的差不多是53.9万人，其中已经有30.2381个人完成注文。民众议员嘛反映伫股票。高端疫苗早就起停，今日以348块开出开盘了，愈起愈悬，较无2点钟，股价就直冲起停，来到373块。高端伫今日开股东会，总经理陈灿坚对着因的产品真有信心，佮讲会精善报告。伊毋过是历史顶礼拜是公开高端疫苗说明书。有写讲高端疫苗会使提供保护效期不明，还佫进行临床试验。第二剂注完2礼拜以后，就有中和抗体反应。不过嘛，像所有疫苗同款，高端不一定对所有人拢产生保护作用。其中佫点名65岁以上老大人、有共病情人以及艾滋病患者。安尼敢会影响到民众注射意愿？不只是高端疫苗这个问题，大概目前市面上所有的疫苗都是有这个问题的。高端疫苗，因为它目前的它并没有详尽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它只能跟你说，在年轻人打起来抗体应该是比较好的。不一定要走 WHO 嘛，你可以送 FDA， 可以送 EMA。看起来现在是 EMA， 他们觉得免疫桥接这个方向是他们比较能接受的，更进一步证明你是安全的。疫情有较回，不过病毒也未完全的消失。疫苗依然是真重要的武器，都要赶紧证明讲伊的安全性，好民众更较安心。后来，这国产的高端疫苗，昨开放着注文，注文的状况是不止啊踊跃，但是也受民众对高端有疑虑。也有今仔日上新的疫情，指挥中心拢有上新的说明。那首先跟他报告哈，我们的确定的病例哈，那有本土病例有4例哈，那其中里面居隔阳性的有2例，好，那台北跟新北哈各2例，那主要都是哈各1例是居隔阳性的，哈有2例，好，目前是还在关联性还没有那么清楚，还要再继续的调查。那境外移入比较多，境外移入有14例哈，死亡的个案没有哈？那境外移入的案例大概是澳洲哈，在澳大利亚1例哈，那美国、英国各2例，那缅甸的哈有9例。这个哈，大家有一些因为信仰哈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就是不能够使用这个含有这个猪细胞。跟猪这相关的一些制品了哈，那这个里面我们现在我们在台湾现在所用的或者即将要进来的不管是从 AZ、Moderna、BNT 高端这些都没有含有这些相关的猪细胞，所以我们的亲征的朋友这些都属于可以用的。那至于到今天中午那个。登记要打高端的预约要打高端的，现在有大概是应该更晚一点，应该是到39万人超过39万人。那至于在效期不明，那所有现在上市的这些产品都效期不明，因为使用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那以后陆陆续续这些效期就会比较明确。那至于在几种相关的可能是一个免疫反应比较相对的低下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有的厂牌都一样，我们并不会禁止他们，或者是建议他们不要施打。那不过个人有疑虑，可以跟他自己的医师来做咨询。后来指挥中心公布，今仔日确诊的病例是有18例，本土病例是4例，境外输入有14例，这么多，其中有9例是为缅甸来入境。今仔日无死亡的病例，今仔日确诊的个案分布的县市，新北市2例，台北市2例，包括今仔日在内已经是连续3天无死亡的个案。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75880例，其中本土病例是占74481例，死亡的总人数821个人。后来即摆看到的这张图是到今仔日为止，全台湾各县市本土病例累积的病例数。台北市是4835例，新北市是6839例，其他的县市维持进前的总病例数无改变。
好来，乡亲，咱就来看这个新北市，今仔日是增加2例确诊。啊，针对日前有确诊的新北市的亲友团到花莲观光，花莲县卫生局是来控制到41个接触者来做检验，目前全部拢是阴性，危机是暂时来解除。啊，是毋是还有其他上新的发展呢？新北市长侯友宜有上新的说明。阴转阳的这个个案，是因为在8月3号，他女儿住在台北市确诊，他被框居家隔离。那从8月3号到最近已经有10几天，那因为要解隔前，所以再做一次 PCR 的采检，那采检出来是阴转阳的个案，所以这个个案很清楚它的感染源。至于另外一个新增的个案，这个新增的个案是在板桥，因为这个个案身体某部分有一些残疾，那这个要到台北荣总去就医，那家属陪同的过程当中，医院要做采检，那采检出来，在8月16号采检出来，他的 CT 值已经达到37。自然已经超过30，那传染力已经非常的低。在昨天，整个家属去花莲旅游所造成的6人感染，我们都是在居家隔离，在掌控当中。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扩大的一个趋势。好，来继续徛台湾看世界，来看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去互民兵组织塔利班攻占了后，民众开始来逃难。大阵的民众冲到机场，有的人坐起哩美国军的运输机，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无遐尼啊幸运，拢坐无起哩。还佫有人冒险爬起哩无人机的机身，结果这个无人机起飞了后，因就为高空栽落来，佫有人直接去用无人机的链仔来搞死，至少有8个人惨死，也若无，就是伫混乱当中去互人打到死。这个惊人的画面，互人联想到世界末日的景象。无人机场拢是人，因拢要走离开阿富汗，民众安尼受就要爬起无人机顶，为着要活落去，付出真大的代价。这个查某人真无简单，才爬入去无人机顶。另外一个画面更加恐怖，美军一台运输机要起飞时，无人机边啊拢是阿富汗的民众在咧走，有人直接爬起无人机的机身，当作讲安尼就会使活命。点过无人机起飞了后，这个人拢摔落去。外国媒体报道讲，上少有3人为空中栽落去，也有人和美国军机的链仔搞死的。塔利班攻占喀布尔了后，引起当地逃难潮，往机场的路、人甲车拢整整做一伙。Just ahead of us is the gates into the airport, and this is the panicked scene of many people still moving there despite how hard it's been. 半路过才看到塔利班的分子开枪控制场面，为了要去机场，民众爬起哩有烟线网的围墙顶。有人翕到，当这个机场开放时，民众冲入去，画面描述是世界末日。美军的运输机为阿富汗撤离后，打算要去到卡达的乌代德美国空军基地，其中一台无人机内部的相片被公开，本来敢会使载150个人空间，前640个人，大家拢坐伫涂骹。有美国军官讲，有不少老母不顾一切带囡仔坐无人机，最后美军决定讲分上无人机。伫塔利班统治下，生活会变成安怎？为民众唔惊死，逃难的画面都看会出来。面对阿富汗即摆混乱的状况，国际公论拢讲，罪魁祸首就是美国，为阿富汗来撤军，才互塔利班重新来掌权。美国总统拜登嘛霸气来回应，讲伊愿意承担撤军的责任。伊讲塔利班之所以唔免来战，就来胜利，是因为阿富汗的政府放弃着国家。拜登讲，参阿富汗的部队，家己拢无愿意来拍的战争，美国军嘛无道理爱拍。另外，这个阿富汗的总统，敢真正遮尔啊离经哩？讲要落跑的时阵，炸着坐现金，是坐甲参直升机嘛载袂落，最后只好甲钱留伫个无人机的跑道。
美军前卡才拄撤兵，不过塔利班后卡就重新登去阿富汗的政治舞台。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未后悔。I am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uck stops with me. But I do not regret my decision to end America's war fighting in Afghanistan. 伊讲阿富汗战争应该是阿富汗人家己来打。Afghanistan political leaders gave up and fled the country. The Afghan military collapsed, sometime without trying to fight. American troop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ighting in a war and dying in a war that Afghan forces are not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mselves. 拜登讲，就让一切错误随即结束，拒绝甲阿富汗的代志留予后一任总统。不过，国际议员一直批评美国，讲美国无要顾阿富汗的生死，让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跳出来讲话。伊受访的时讲，塔利班的胜利是阿富汗政府的失败，佮讲美国无法度予因求胜的意志，才决定要来离开。阿富汗总统今年受到大家批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伫喀布尔大使馆的发言人讲，政权的失败上有看头的，就是今年离开阿富汗的方式。伊讲，今年要离开的时阵，其中有4台车内底全部拢是现金，而且伊阁想要甲现金拢放入去一台直升机内底，所以无法度甲全部的钱拢放入去，只好甲钱留伫跑道。不过，这一切消息来源拢是某一个人讲伊有看到，路透社目前也无法度确定这个讲法敢是真的。台湾松，各位上松，台湾松。社会上有一个人一直出来说，哎，我是台湾滨崎步，哦，我就水啊，这边来解决，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现象。有的人也一直说他是南港刘德华，南港刘德华，你不知道南港刘德华是谁？你有当时爱看电视，你知无？踏了全世界各地著名的地标，拿到了第1名，竟然也要被出征。这样的做法，我们认为只是贻笑大方，完全无法凸显中国身为一个大国的文明程度。偏激的小粉红开始四处出征。Code of points. What a final! 好啦，乡亲啊，继续来讲这个5倍券。政府本地是讲爱民众提出着1000块的现金来换5000块的券，也毋过昨甲民进党的立委沟通了后，决定讲民众免付1000块咯，就直接发5000块的真现券。有袂少人认为讲这甲12年前的消费券同款，算是行马英九一个公道。不过前总统马英九讲，行医公道无重要，重要的是爱互民众有公道。所以一定要对症下药，针对真正需要的民众纾困了才有意义。所以还是应该发现金是比较好。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大家说要还我公道。不过还马英九公道不重要，要让民众有公道。虽然即卖已经免付1000块了，也毋过马前总统也是希望会当发现金。消基会公布的问卷，有高达90%的民众赞成来发现金。马前总统希望政府会当来体察到民意，发现金代替着5倍券。
后来行政院推出着5倍券，高雄讲阁要加发着1000块，变做6倍券。即摆凤山阁来加码优惠，有这个议员就凤山在地业者成立着美食联盟，民众只要用5倍券来消费，都阁有其他优待。另外，着合夜市是希望会当仿照着过去发夜市啊券、发上宽券，希望会当真正来帮助着，互疫情上介食力的小店家。红钱放伫鼎内底煮，大顶拢是上青的青菜，业者拢咧等5倍券要来抢上机。来消费，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段疫情的这一段很辛苦的日子。咖啡业者嘛来煮咖啡，准备要来迎接人客，因为疫情期间实在伤艰苦，可能不到1成吧，剩不到1成。为了帮助基层的业者，行政院推出5倍券，高雄追加1000块了后，即马凤山阁推出，民众只要摕5倍券来消费，就会使各有优待。那在凤山地方呢，可以6倍 plus、7倍、8倍更多的优惠措施，所以我们希望行政院未来在印制上面可以说把面额再缩小。算一张搁一张的夜市券，业者趁钱有够欢喜。这是去年六合夜市啊发夜市券了的景象。即马伊嘛希望会使比照去年，互高雄市加码5倍券来帮助小摊商。虽然即马人有较济，不过业绩要是无算好。开门关门，连卖个1块都无。即马摊商敢若毋望5倍券真正会使帮助到因，互因伫疫情3个月了后，阁会使增加一寡收入。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左镇的化石园区举办着凤头苍鹰，也就是凤头鹰仔的号名的活动。经过网络票选了后，由王来头这个名第一高票来当选。台南左镇化石园区目前将头一只电视的粉鸟鹰标本举办号名的活动。伫经过网络票选了后，是王来头一名来中选，所以园区嘛专工邀请得到号名活动头一名的施惠县规家伙仔来到化石馆，文化局长嘛来发贵宾馆。以200多个赞，那获得很多人大家的一个支持，所以就命名为叫做王来头。是安怎会想到王来头这个名？施惠县讲是因为粉鸟鹰的凤头和台语王来真共音，才互伊想到王来头这个名。嘛希望大家会使保护和爱惜野生动物。改成台语就感觉更活泼、更生动这样。然后凤里头也可以翁来嘛，就很像旺旺来，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呼吁大家可以珍惜这些保育类的动物。伫粉鸟鹰有翁来头的称号了后，左镇化石园区嘛打出翁来头的名，小介互参观的游客来熟悉，希望大家会使了解粉鸟鹰的生态文化。所以这位新的成员嘛，伫即摆特展和大家见面。好，来继续来看云林口湖2-5大牌下湖口的路段，这个路面是欠管理、欠维修，大细坑的窟仔是真歹行，讲不时有人伫遐来跋倒，在地乡亲希望会当来改善。云林县政府的水利处讲，近期来就会排时间去遐勘查。在地人骑车经过路面是坎坎坷坷，路面是大坑细坑，这是伫口湖2-5大牌下湖口路段，讲已经真久无修理啊。这条路已经20几年毋捌整理过啊，已经破败不堪啦。为遐骑来安尼路安尼坎坎坷坷啦，进前有人爱骑拢跋倒。这个路段是伫大牌边啊，上面路况无好的长度差不多是1300公尺。边啊，又搁是气温啊，所以讲民众真接使用这个路段。这路这歹哦，这拢反正是拢会出错啦，小线拢会出会摔啊，好买足侪单呢，啊，拢无来补，真正迄条啊，你话补修一遍咧，这拢这条拢无补修啊。针对这个代志，云林县政府水利处嘛回应讲，这个路段因为属于风信道路，分配到的资源有较少，要搁去现场勘查了解，尽量改善路况。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国防部的副参谋长王行礼，最近到美国去出差，所互逼出讲，顶礼拜准备要返来台湾的时阵，伫美国的海关互发现讲超量来炸7条粉。国防部的发言人今仔日讲，这就要等相关的人员隔离期满了后，才会当来调查。
只是这2年前，国安人员私分案的官司拢也未煞，即摆佫传出着超量来炸粉的消息，恐惊嘛影响着军方的形象。照片左手边是原本的陆军10军团指挥官王新礼，今年2月交接仪式上才把印信交出去，后来升任副参谋总长，没想到却被媒体爆出，在美国的公务行程结束后，准备返台时，超带7条香烟当场被海关扣下。我们在相关人员完成返国隔离的程序之后，会配合调查来厘清事实。国防部虽然不否认消息，但对于确切数字跟过程还没证实，就等他给答案。现任副参谋总长王新礼中将曾任陆军10军团指挥官、澎防部指挥官，7月底升任副参谋总长，随即赴美，不料却因为超带香烟要上媒体版面。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不用什么好宣导的，这还要再宣导，那我觉得这个国军就很糟糕了。那我认为高阶将领本身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是非常需要被好好的被检视，跟好好的来说明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情形。只是2年前，国防部长邱国正还是国安局长时，就爆发国安人员私烟案。如今邱国正主掌国防部，却又传出底下将领超买香烟的消息，会不会又打击军方形象？还是得赶紧把事实厘清。华视新闻叶凤伟、张淑明台北报道。都没有讲说他是警察，下车之后就被压在地板上，然后又打又踹。如果是真的再高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到我。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以及急迫性。当下远警来查的时候，虽然有表明警长身份，那可能在收一成效都会进信息，那可能其表示遗憾，但有尊重法院的判决。从毛洞那边嘛，然后他从这边。求婚。《俗女养成记2》华视 Catch Play Plus 同步首播。即摆是咧嫌恁老爸头壳无清楚啊你？老啥？咱一家伙啊，是要食一个好呢？干嘛呢？在家里，咱今晚看到倒位啊？抽眼睛啊，听下面。《俗女养成记2》华视 Catch Play Plus 同步首播。社会上有一个人一直出来说：“哎，我是台湾滨崎步，哦，我就素野啊，这边他解决，是一个特别的社会现象。”有的人也一直说他是南港刘德华，南港刘德华，你不知道南港刘德华是谁？你有当时爱看电视，你知道吗？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我4月生完就是住这边的月子中心，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所以我不晓得说他通知的是全部通知完了，还是还没通知。希望他告诉我说他们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好来，乡亲啊，最近是真接来听到台中市的道路落落、车落破坑。尤其是交通要道文心南路，伫个5天内是破2坑大坑。市政府除了紧急来抢修，下晡嘛甲坑洞前后的车道甲封起来，做进一步的检测，要来确认是毋是也有破坑的高风险区。现场的状况要请记者黄仲莹讲互咱知。好了，主播在台中市文心南路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地方已经用围篱围起了1.5个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呢，市政府水利局和建设局的人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地方准备在商讨要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来找出这个路段可能下陷的一个原因哦。因为就在昨天呢，这个地方出现了
第2个坑洞。那么就在出现第2个坑洞之前，在更早的8月12号，曾经就在它离它20公尺的地方也下陷一个坑洞，造成一辆轿车经过的时候，整台车掉进去，还有1名驾驶受伤。那么由于这2个坑洞出现的时间只有短短在5天之内，因此市政府呢，他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他们想要找出整个下陷的原因，因此呢，他们就结合土木技师，下午到这个地方，准备用透地雷达，还有用钻探的方式，要找出地层下陷的一个原因哦。然后虽然他们推测这里或许可能曾经因为下过雨，也或许可能是因为下水道污染的关系，造成了这个整个地层变得比较松软。不过呢，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他们预计用3个礼拜的时间，打算结合水利局、建设局还有土木技师，用透地雷达和钻探的方式，要找出原因，尽快的让整条文心南路恢复畅通，还给用路人一个安全的空间。以上是。后来继续来看南投水里民生桥改建的工程，因为征收用地使用项目也未来变更，这个工程无法度按照规定离年底进行来完工。南投县政府只好甲民生桥的改建工程案来甲注销，这个专业补助款7000万嘛封收等于咯。这个消息一传登来到水里，乡亲拢感觉真可笑。本来打算今年动工年底就会完工的水里乡民生桥的改建工程，已经确定短时间内无法度重建啊，在地人感觉真无彩。我这水里这个民生桥是阮水里非常的重要的一板桥，这建筑到这已经有40-50年啊。因为桥实在很不稳，就有摇晃的感觉。说实在，它已经很老了，我们希望它能够早日重建啊。徛伫民生桥下征收土地都市计划使用类别也未变更，县府的工务处只好先将整个工程案甲经费拢注销。有2位地主不愿意协议架构，然后走征收路线，把征收计划送到内政部以后，发觉这个土地的使用类别为河川地兼道路，被内政部退回哈。水里乡民生桥伫108年就被列为是危险的桥梁，拆掉重建是上解好的办法。即马卡伫种种原因，重建案将会无限期的拖延。后来继续来看云林县小天才发展协会创立到今10年了，照顾100外个身心障碍的儿童。为着要让这个囡仔增加自信、走入人群，协会每2年拢会办一届才艺竞赛，让囡仔有就台表演的机会，包括唱歌、跳舞、甲乐器等等。讲只要敢就台来展现家己，大家拢是第1名。云林县小天才发展协会除了提供予身心障碍学生一个完善的学习空间，更是会教因各种无共款的才艺。这摆才艺比赛中，家长嘛确实看到囡仔成长，除了感谢协会帮助，更是充满感动。小朋友很开心，也练习了很久。今天终于可以上台表演。要站上舞台会不会紧张？还好。有没有很想上去唱跟大家分享？有。为了鼓励所有学生增加自信心，并且走入社会，协会每2冬拢会办一摆才艺比赛。不管是什么款的演出，只要敢徛上舞台，这就是上大的勇气。每个孩子都是第1名，绝无仅有的，不论他是参加哪个类别都没有关系。身心障碍的人虽然讲学的速度有较慢，不过大家拢愿意搁较侪时间，每一个囡仔拢有真赞的才艺，唱歌、跳舞、乐器等等，大家嘛真享受这摆的演出。我们一定要办下去，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社会大众看到，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只要透过合适的培养、训练跟长期的支持鼓励，他们其实也都可以发挥得很好。透过每2年办一摆才艺比赛，除了看到大家平时学习的成果，更会使培养自信心以及大家愿意挑战的勇气。好，来继续来看国际时尚杂志上新的一期，来选出到世界20大市集。基隆庙口是台湾唯一入选的市集。基隆市政府希望讲透过这个评选，等疫情真正平稳了后，会当请来的游客，互已经休市2个月的基隆庙口，这个生意阁回转来。不管是要食蚵仔煎、煎甜不辣，来到基隆庙口夜市就对啊！唔但物件好食，阁真有特色。
国际杂志摕了票选世界前20名市集，基隆庙口夜车就互选入去，是台湾唯一入选。做伙日本的，阁有东京朱迪、意大利佛罗伦斯中央市场、西雅图派克市场等等特色市集。很好，就是全世界都有知道庙口好，我们很开心啊，也很感动，很荣幸。杂志认为基隆庙口夜车真有活力，而且有真侪台湾传统的美食小食物，团上有200担以上，深受在地人和游客喜意。杂志阁讲，基隆庙口夜车的营业时间到半暝了后拢有，真适合伫啉酒了后继续来遮刷摊。那庙口它承载了台湾庶民文化。它是一个庶民文化的大集合，那这样的路板也是对庙口的一个肯定。因为疫情的影响，基隆庙口夜车休市2个月，总算伫疫情境界降级了后，会使继续来做生意。市府嘛有真严格的防疫措施，虽然即摆的人无疫情进前遮尔济，嘛希望会使透过杂志的票选吸引更较侪游客，甚至伫疫情了后，会使有更较侪民众到基隆庙口夜车来佚佗。后来乡亲啊，可能阁有风台要来形成咯。目前位伫个关岛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继续咧发展，上今明仔载都会增强为今年第12号的风台奥麦斯。目前离台湾还阁有一段距离，这个各国预测的落草嘛无相同。气象局讲，接落来都要看高压的强度来决定对台湾影响的程度。明仔载开始，锋面挖进台湾，所以明仔载后日2天的天气拢无稳定，尤其是过昼的雨会落真大，天气乡亲爱特别注意。台北早起好天有真凉，就算刮吹啊，嘛要去公园晒一下日头、散步做运动，因为提醒乡亲要变天。目前伫关岛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慢慢在发展，估计上近明仔载都有这个机会变成今年编号第12号的风台奥麦斯。不论是大气或海洋的环境，在未来会让它会慢慢的会发展。在星期六到星期天这段时间，它未来是有70%的机会会落在这个范围。虽然目前看起来大环境适合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不过又有真大变数。欧洲估计伊会减弱，加拿大预测讲伊会挖台湾东边海面了后转北，美国路线比较较偏向往台湾来。不管安怎，明仔载受到方面的影响，各地拢会落雨。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东退，预估星期3、星期4北方这锋面会移动到北部海面。除了花东地区还是会属于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以外，其他各地已经是一整天不定时的下雨。提醒乡亲，未来这1礼拜天气较无稳定，要预防大雨可能带来灾害。若无落雨时，可能较湿热，买适宜唔通着酸。我会哭，但是我没有。请问哪里有嘻哈？西得斗前面呢？前面什么？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你了解一个重点，不是讲用念的，就是嘻哈，你知道吗？我理解错误。即摆是咧嫌老爸头壳无清楚啊你？老啥？咱一家伙啊，是要食一个好呢？干嘛呢？在家里，咱即摆行到倒位啊？抽眼睛啊，贴下面。《熟女养成记2》华视 Catch Play Plus 同步首播。
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南台南家扶中心成立的棒垒球的球队，这段时间因为疫情暂停练习，即摆降级了。家扶中心的社工甲教练带囡仔到室内的球场开始来练球，为刷落来的比赛做准备。进前因为疫情关系，好真的代志拢暂停办理。即马趁较回时，南台南教育中心嘛，阁由这个社工署甲教练带少年棒垒球队到练习场练习，除了互大家有活动筋骨的机会，嘛为刷落来比赛做准备。你们从屁股这样往下做起来，你要感到这边这一条。目前是有16个孩子参与啦，中间我们有试用线上影片，让他们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操作。可是其实，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动起来，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身体其实那个身体机会慢慢不见。这个球队已经成立5档外，一方面是要让囡仔有发挥家己兴趣的空间，另外嘛，借由练习甲比赛过程，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甲坚持无放弃的精神，进一步对着家己未来会使找到方向。力量要放呢，那我是下半身，不能这样。发现很多青少年，很长的时候他会因为一些的小挫折而就放弃或是摆烂。那在球队的练习当中，他其实是可以带给孩子有一些自信心的提升。透过球队的加入，南台南教育中心的囡仔得到更加好的发展，唔那是培养好的能力，嘛会使为其中得到团体认同感，更加是相信讲这段经验伫呢人生过程中，将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在地人在地情来熟悉台中清水这位荷兰来的朋友米夏，来台湾20档咯，本地是咧教英语，也毋过对做芳真有趣味。伊阁长期食素食，所以就家己做面粉来烘出着各种素食口味的俗芳，开一间小小的芳店，甲大家来分享。甲烘甲油果酥、油果芳的俗芳提出来，自荷兰来的米夏伫厝内灶骹无闲，厝内灶骹就是伊料理订单的所在。过去甲英文20年，因为心内真喜欢做芳，才决定要来开芳店。I'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all that time, and I felt that I wanted to change my career, s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为着互人客食到上营养的俗芳，米夏连麦仔米粉拢家己做，嘛因为无加其他的物件，真歹保存。为着互俗芳有真好的口感和营养，伊干那接煮文单。嘛因为伊长期食素，希望打造出俗芳市场上特别的素食健康麦仔俗芳。Your bread will become much more nutritious and healthy. Also, will be more troublesome because you cannot keep it good for a long time. But you get a very tasteful bread. 米夏认为伊家己较适合住伫庄脚，才选伫清水开店。毋过嘛，因为语言伫推广的生理有淡薄困难，也是希望透过俗芳的好名声，有一天会使伫外口开一间家己的芳店。Our allies and the brave fighters of Afghanistan. The Taliban regime is coming to an end. I will not pass this responsibility on. I've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gin our final withdrawal, begin it on May 1 of this year.
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惨笑我也可以。现在就是想要能够好好的跟家人享受这短暂的休息的时光，然后好好陪伴家人，因为毕竟太久没有回到家了，所以心情是有些激动。那也是谢谢大家的关注跟支持。谢谢大家。很开心，是真的很开心。可是我觉得那个威力实在有够大。他说你不是说要从土地公那放到家里吗？求婚。《俗女养成记2》华视 Catch Play Plus 同步首播。社会上有一个人一直出来说：“哎，我是台湾滨崎步哦，我这素野啊，这边他解决，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现象。有的人也一直说他是南港刘德华，南港刘德华，你不知道南港刘德华是谁？你有当时爱看电视，你知道吗？”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怕了全世界各地著名的地标，拿到了第1名，竟然也要被出征。这样的做法，我们认为只是贻笑大方，完全无法凸显中国身为一个大国的文明。后来，这个高雄6区的乡亲，透早拍开水道头拢干去，本地应该是透明无色的水，全部拢变做落的烂土水。讲真有可能就是进前连续2天落大雨，影响到净水厂的路度。详细状况，请乡亲继续收看华视新闻。收看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朱培姿。新闻一开始马上带你来关心台中这里道路破洞事件一直发生，交通要道文心南路更是在5天之内破了2个大洞。市政府除了紧急抢修，下午呢也封闭了坑洞前后的车道，进行更精密的检测。